你好，我係是非人。七下個星期到啦，每一年都應該銘記歷史，以史為鑑。776溝橋、918事變、八國聯軍侵華、日本侵華、南京大屠殺、不平等條約等等，8年嘅苦難，8年嘅屈辱。過去中國歷盡百年磨難，走到今日嘅繁榮安定，真係唔容易。毋忘國恥，吾輩當自強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軍屠殺瀋陽人民，東北嘅大學嘅大學生遊行，佢哋高舉一個橫額，橫額上面寫咗一言亂，上聯係個死字，下聯係個生字。不過佢哋將個生字倒轉嚟寫，表示寧可站着死，絕不倒着活。1900年，英法日德美俄澳八國聯軍侵華，兵臨北京城下之際，八國聯軍送咗一個上聯俾滿清政府，寫住琴瑟琵琶八大王，煌煌在上。琴瑟琵琶係中國嘅彈撥兒樂器，佢哋又分別稱為瑤琴、玉琴、七弦琴。呢八個王字，目的係想顯示八國聯軍嘅軍事實力，甚是囂張，目中無人。清政府接到呢對上聯，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對下聯。一名掌院學士對咗下聯，內容係：魑魅魍魎四小鬼，鬼鬼犯必。魑魅魍魎係比喻形形色色嘅壞人，亦都係古代傳說中害人嘅鬼怪嘅統稱。呢個詞語係出自張衡嘅文選。魑魅魍魎，莫能逢剪。魑魅魍魎旁邊4個鬼字對上聯，不僅對仗工整，亦都充分表達咗老百姓對侵略行徑嘅極大憤慨。呢一輯節目叫做絕對。呢個對我係指對聯嘅對，即係絕對巧妙嘅對聯。剛剛我講咗2則非常沉重嘅歷史對聯，以下就講一啲有趣啲嘅對聯啦。你哋有冇聽過對聯都可以防盜呢？有一年嘅新春，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寫咗一副春聯，貼喺新居大門上，寫住春風春雨春色，新年新歲新景。由於當時王羲之嘅書法收藏價值非常之高，呢一副對聯好快就俾人悄悄偷走。無奈地，佢又要再寫多一幅對聯，鶯啼不理，燕語難倫。但係同之前嘅情況一樣，夜晚又俾人偷咗。結果佢就想咗一個方法，今次佢寫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果然晚上冇俾人偷走，因為佢寫嘅唔係啲咩吉祥話。大年初一嘅黎明，王羲之就把春聯嘅下半截貼上門上，全聯就變成福無雙至今朝至，禍不單行昨夜行。另一則絕妙嘅對聯係喺清代書畫家、文學家鄭板橋嘅時候發生嘅。當時鄭板橋任縣令嘅時候，佢曾經微服私訪民居。有一次，佢見到一戶人家嘅破舊大門上貼咗一對對聯，上聯係寫住2、3、4、5，下聯係6、7、8、9。
橫批係南北。鄭板橋睇到之後，隨即就返衙門攞咗食物、衣服送俾呢戶人家。戶主得到救濟，含淚道謝。2345係咩意思呢？2345少咗個一字，一字普通話係衣服嘅衣，同音。6789少咗個十字，十字普通話係食物嘅食字，同音，即係話缺衣少食。橫批係南北冇咗東西，全部合起嚟係指缺衣少食，欠東西，表示生活艱難。再跟大家分享另一則好有趣嘅絕聯。清代名士李調元有一日佢急住返屋企，所以就快馬加鞭。佢路經一座石橋，嗰陣時有一個小朋友喺個橋上玩耍，佢用3塊小石疊成一座小橋。李調元好驚佢隻馬會撞到呢個小朋友，所以佢就急忙勒馬。但係呢個小童嘅小石橋最終都被馬蹄踏倒，呢個小童就哭住要呢個李調元去賠返條橋。佢話除非你能夠對得上我出嘅對子，否則你就要賠啦。李調元答應咗呢個小朋友。呢個小朋友真係聰明啊！佢用剛剛被馬踏倒嗰3塊石嚟做上聯，出題係踏倒呂橋3塊石。今次真係考起呢位名士啦。佢對唔上，佢只好下馬幫呢個小童架返好被踏倒嘅石橋。當晚佢非常之唔開心，佢係個夫人，啱啱就喺房嗰度剪窗花。李調元見到之後，突然之間靈機一觸，諗到點樣對下聯。下聯係展開出自兩重山。呢一對嘅拆字聯可謂係天衣無縫，珠聯璧合。對聯係中國特有嘅文體。對聯分上聯同埋下聯，有啲除咗上下聯之外，仲有橫批。唔係所有文字都可以用嚟對聯㗎，唯有漢字具備對聯嘅條件，因為漢字具有一字一音、一音一義、方正齊整、均稱和諧嘅特點，因此可以構成字形、字音、字義都係兩兩相對嘅對聯。節目結束前再分享一則絕對。上聯係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通南北。下聯係東當鋪，西當鋪，東西當鋪當東西。現代有個人好聰明，佢將下聯改成大賭坊，小賭坊，大小賭坊，賭大小。聽眾朋友，你哋如果有興趣嘅話，不妨再試下，再創作對下呢個對聯。對咗之後，唔記得同我哋一齊分享啊！若果我嘅分享能夠得到你嘅共鳴，請你按讚、轉傳、訂閱及按小鈴鐺。多謝你哋嘅收聽，下一輯再見。